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这一期咱们来講個故事啊。什麼故事呢？大家想象一下，一個人呢，服着麻藥，困在單間，被美容店施壓2小時，消費近萬元。這個我記得以前在那個莆田醫院有這種情況，現在很多美容院呢也採取這種手段。這個不是我編造的這是媒體報道。說一個女孩叫錢丹丹，她刷這個短視頻的時候看到了360元美特惠廣告，一看這個評論區全是好評，然後她就覺得應該比較靠譜沒想到本以為撿到了實惠，最後卻陷入了一場幾乎毀容的痛苦之中，以為佔了個便宜實際上掉入了人家精心設下的坑裡面，也就是低價引流，暗藏消費陷阱。這個主人公叫錢丹丹他經營着一家小型超市，平日裡喜歡打扮自己。2023年8月10號，他刷到了一則廣告，點擊廣告後頁面自動跳轉到私信窗口，客服當即回復了他，並引導錢丹丹添加私人微信進行溝通。這一操作其實是一些不合規商家刻意規避監管的關鍵手段，也就是脫離平台的監管，把你引入到私域，通過微信私下聊。網友一旦脫離平台官方的聊天渠道，交易溝通、價格約定等過程將不再受平台約束。但是很多消費者他不知道這些，就按照人家要求加了微信，進入私聊。按照這個錢丹丹的實時定位，客服向他推送了就近的美容店、加盟店地址，主動敲定到店體驗時間，但對方並未出示完整的價目清單，僅模糊的宣傳說這是低價福利單。那錢丹丹在前面看了那個短視頻，他認為那這個肯定就是360對吧？這個紋眉福利。按照地址這個錢丹丹很快就來到了位於江蘇省揚州市江都區的一家美容店。該美容品牌的總公司注冊地在福建。這一說福建心裡就咯噔一下。那莆田醫院不就是福建的嗎？在全國鋪設了多家線下加盟店，長期投放海量短視頻引流廣告。廣告視頻畫面既展示精緻的紋眉成品，並用醒目大字標注紋眉僅360元，全程無隱形消費的描述，以此吸引客源，就等着你上當，等着你點擊你一點就是上鈎的第一步。可錢丹丹到了這家店，美容師不僅未提前出示全套價目表，更是直接將其帶入獨立封閉的單間。不等錢丹丹確認項目，便快速為其敷上麻藥，緊接着就用特制藥水在其眉部勾勒定型框，就開始操作了。該特制藥水繪制的眉框在短時間內無法用水清洗清除，這也就直接斷絕了錢丹丹中途放棄當場離店的可能。而麻藥帶來了強烈的這個灼痛感更讓錢丹丹難以睜眼，他全程踏入了被動無助的處境。彼時的他對該門店經營資質、美容操作人員從資質從業資質都一無所知，心中充滿不安與恐懼，把自己交給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一般人在這操作就開始上手了。在麻藥起效，錢丹丹無法隨意起身之時，店長梁明麗與美容顧問劉曉琴便輪番向他推銷高價定制套餐，二人拿出大量所謂低價項目術後效果差的對比照片，也就是你看到的360那360你看做出来就這樣子，對不對？刻意渲染360元套餐的成品僵硬，後期洗眉痛苦，總體花費反而更高昂的劣勢，同時還展示了高價套餐的精緻效果圖，不斷述說其優勢，並刻意給他制造容貌焦慮，誘導錢丹丹升級消費項目，把你已經按到了那個手術室是吧？然後再開始給你推銷。
見錢丹丹堅持只做線上宣傳的低價紋眉項目，美容師便手持粗紋繡針在其臉部的麻藥邊緣扎，製造刺痛感，並告知他低價套餐全程都會持續這種劇烈痛感。如果消費標價9980元的高端定制套餐，就會換精細器械，手術器械都不一樣啊！你這玩意是吧？是給張飛紋眉用的，你這個對吧？給你這個紋眉啊，用這個9980元的工具都要好一點，可大幅減輕不適感。在密閉单間內錢丹丹眉部敷滿麻藥，只能平躺，無法自由行动。經過長達2小時的輪番勸說施壓，2個小時啊！我的天哪，錢丹丹也夠那個犟的啊！獨立無援的他被迫妥協，最終花費近9980元辦理紋眉綜合高價套餐，連環推銷，層層加碼。支付完高額套餐費用後梁明麗、劉曉庆並未就此收手。你以為結束了是嗎？沒有，這是第2步啊！第1步把你勾引到店裡面，對吧？第2步高價，第3步後面還有套餐呢。他們不僅沒有就此收手，而是趁熱打鐵，向錢丹丹推销机關祛斑項目。無力抵抗的錢丹丹再次刷卡交了3000元。得知這個機關祛斑項目，美容師依然未提前告知風險，甚至沒有為祛斑需敷上麻藥，而是直接上手進行機關祛斑，純粹是一個草台班子。不一會兒，錢丹丹面部就感受到持續的強烈的灼痛，他多次叫停美容師，並向其詢問，美容師只是安撫他說這屬於正常反應。2023年8月15日，因為面部一直不適，錢丹丹第一次前往該門店討要說法，並報警。這報警沒有用啊，實話實說。民警現場協調，店家全額退還12880元的消費款項，但他面部灼傷留下的傷疤卻久久無法消退。再去門店協商時，他卻發現店家直接關門了。回家之後，錢丹丹臉部灼痛感持續加重，皮膚紅腫甚至潰爛。他前往醫院檢查治療。2023年8月16日被正式確認為面部2度燒傷。你說吧。2023年8月17日，錢丹丹第2次報警後民警趕來並給該店工作人員打電話，工作人員再次帶其就醫。然而，關於傷害賠償問題，雙方一直未談攏。錢丹丹並不知道，與他有相同遭遇的女性消費者一共有21人。此案調查期間，公安機關陸續收到多名女性消費者的投訴，投訴者均遭遇了類似的逼單套路。有人在被紋上丑眉毛後不僅引發了心理問題，甚至因為後續問題嚴重，害怕見人，嚴重影響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本來去愛美是吧，美化自己，結果越紋越醜2023年9月30日，公安機關對此立案偵查。經查，揚州市江都區這家美容店屬於外地連鎖品牌加盟店，其長期照搬總部統一培訓的宰客流程進行運營。梁明麗和劉曉琴是門店的核心人員。2023年3月起，梁明麗經朋友介紹加盟該連鎖美容品牌，在總部培訓後熟練掌握了一套宰客套路，通過美醜对比、恐嚇、刻意增強、疼痛逼單等惡劣手段，強迫顧客接受高價美容服務。在劉曉琴的配合下，梁明麗以故意整醜容貌、加劇操作痛感等方式，半年內強迫22名消費者接受高價美容服務，涉案金額高達15萬元。其實也不多就這麼喪心病狂，這麼昧着良心整，也就整了15萬。打擊醫美強迫交易犯罪。2024年9月5日，此案被移送至江都區檢察院審查起訴。辦案檢察官介紹說涉案門店歸屬於外地某連鎖美容品牌，總部在福建，門店的全部營業收入直接轉入品牌總公司賬戶，店內人員領取固定底薪加業績提成。由於線上廣告投放成本高昂，總部明確要求門店必須通過各類手段推動顧客升級高價套餐。揚州區域共有江都區等2家加盟店，
目前已被警方查處。江都区门店人員分工明確，层级清晰，店內共7名工作人員參與經營，已經全部被認定為共同犯罪。店長、美容顧問是門店的核心人員，全程主導批單、升單流程，他們可抽取全體員工業績提成，在犯罪實施中起到關鍵推動作用。其餘5名紋繡操作人員仅接待客戶抽取小額提成，涉案金額較低，情節輕微，檢察機關依法對其作出不起訴處理，並將相關線索移送行政檢察部門，由該部門向相應的行政機關提出檢察意見，給予相應的行政處罰，就不是刑事啊，行政。到案後，梁明利一開始辯解，稱其相關行為屬於正當的經營行為，誰家做生意沒有優惠活動、營銷策略，要指控我們涉嫌犯罪，請拿出證據。辦案檢察官告訴記者說，商家的整個逼單全程都依靠口頭話術，消費者很難提前錄音錄像留存證據，而且門店的監控設備會定期自動覆蓋視頻。我們在調取被害人聊天記錄時，只能找到被害人與客服的預約內容，未留下任何直白的脅迫文字。因此，固定强迫交易相關證据只能依靠被害人陈述，多名犯罪嫌疑人供述相互印证，取证工作難度較大。檢察官提示廣大消費者，若遭遇美容機構軟暴力強迫消費，應第一時間完整留存短視頻、廣告截圖、社交軟件溝通記錄、消費轉賬憑證、店內監控線索、身體損傷照片、醫院診斷報告的證據，攜帶材料前往市場監管部門投訴，或直接向公安機關報案。消費者即便簽署了消費單據，只要能夠舉證商家是採取脅迫、軟暴力手段，違背自身真實消費意願，依然可以依法主張全額退款，並追究商家的刑事、民事責任。這個案子啊，不同於傳統的依靠直白的這種辱罵、人身威慑，對吧？強迫暴力、強迫交易行為，而是屬於這個內嵌在美容服務全流程的這種一種新型軟暴力犯罪，就是利用你在一個密閉空間，對吧？沒有支援，一個人，然後他2個人人員優勢輪番上陣，對吧？恐嚇，什麼恐嚇呢？通過他的所謂的專業知識來恐嚇你，讓你消費。這也是區分普通消費糾紛、虛假宣傳與刑事犯罪的關鍵。辦案檢察官解釋啊，他說商家主觀上具備明確強迫交易的故意，他們全套施壓手段是總部標準化培訓內容，並非臨時起意。客觀上，門店利用封閉空間、麻藥束縛、無法清洗的煤礦等條件制造物理限制，渲染容貌焦慮，刻意制造疼痛、多人輪番糾纏等手段，足以讓普通女性產生心理恐懼，違背真實消費意願，支付高額美容服務的費用。這些完全符合軟暴力強迫交易的法定認定標準。這個我覺得沒問題啊，你就得這麼認定。該門店的經營存在多處違規問題，紋眉操作和激光祛斑是歸入醫療美容範疇，必須持有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的正規醫療機構開展，操作者必須是具備執業醫師資格的醫生，護士也要有護士執業證書，且要經過醫美專業培訓。事實上，涉案门店並不具備開展醫療美容的經營資質，店裡的紋繡師持有的證書也僅僅是美容培訓學校自制的短期培訓證明。办案檢察官認為涉案門店違規開展激光等醫療美容項目，並造成消費者面部燒傷等後果，屬於實施強迫交易的手段行為，核心目的是逼迫顧客接受高價美容服務，單一拆分評價非法行為，民事欺詐，無法完整覆蓋全部的違法事實，因此以強迫交易罪定罪處罰。2025年5月揚州市江都區檢察院以涉嫌強迫交易罪對梁明利、劉曉琴兩人提起公訴。2020年2月5日，法院以強迫交易罪判處被告人梁明利有期徒刑1年4個月，緩刑1年6個月，判處罰金1萬元；以強迫交易罪判處劉曉琴有期徒刑1年，
緩期1年3個月，並處罰金8000元。一審判決後，兩人未上訴，兩名被告人僅退回個人獲取的提成款項，因全部營業資金流入外地總公司，消費者損失尚未全部追回。公安機關正對該連鎖品牌總部涉案人員進行另案處理，持續追查涉案贓款，盡力為受害群眾挽損。聽到判決結果，錢丹丹和其他受害者心中委屈得以紓解。錢丹丹告訴記者，其臉上的疤痕已在逐步恢復。我只希望像我這樣的消費者能在一個安全規範的環境中進行消費，也期待司法機關持續從嚴打擊此類強迫交易犯罪。這個故事啊，為什麼今天聊這個呢？實際上啊，我還真經歷過一模一樣。我以前節目恐怕也說過，有網友恐怕知道啊。他這個是美容，我是看牙。我告訴你是在哪兒啊？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搬走？是在那個東三環國貿橋那兒，就是國貿大廈。國貿大廈1樓吧，有個叫瑞爾齒科，我有印象。因为啥去那兒呢？是因為，對吧？我是坐車在路上看見的啊，瑞爾齒科。完了之後我在那時候在百度還搜了一下瑞尔齒科，哎，我發現它挺大的啊，挺大的。然後我没有打電話，我是直接去的，大概10幾年了啊，不到20年，大概15、16年，具體哪一年我記不清了，或者是得有20年了。那然後我就直接去了，我去幹什麼呢？實際上是想問一下，對吧？我這牙弄一下要花多少錢？實際上就是想去了解一下啊，看他價目表，然後這個讓他給我評估一下這個要多少錢。我以為啊，他就是看一眼是吧？說你這牙什麼問題，怎麼治，拿個單子給我啊。結果他不是的啊，讓我先躺到他那個就是專門看牙那個床上。那我一想呢，既來之是吧，則安之吧，那就躺那兒吧。好，一個大夫啊，戴個手套開始了，戴着個口罩啊，然後拿着器械開始讓我沾嘴。旁邊一個護士，他就開始弄開了啊，就在那兒拿個鈎子，然後這樣看，拿着什麼東西，反正就在這把嘴張開，然後就說啊，這個地方要什麼，要是怎麼弄，修一下啊。這個是我記得多少啊？反正我有2顆牙啊，不好。當時呢就說好多項目，說啊，這個要這麼弄一下要3000，那個弄一下2000，反正我一聽好像都已經超過1萬了啊。然後我這一聽不對呀，我這整2個牙就要1萬，就20年前啊，1萬在北京能買1平米房子，20年前啊，對吧？那相當於現在得7、8萬了吧？但是那個醫生還堅持要操作，我立馬示意他啊，把他器械拿出來，然後我起身，我就喝了一口水，我說不看了，直接就走了啊。其實我就是想去諮詢一下啊，他們一看，對吧？好不容易來一個这個是吧，自己送上門的，準備好好的宰一頓，這還是對吧？看牙還好一點。後來我家有個親屬啊，老年人，2個人啊，他的眼睛有點眼底有點問題，白內障啊。其實白內障不是什麼大問題是吧？然後他們也不知道，這當時我不在啊，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查的，肯定是百度的。百度完了之後，他們就跑到石景山那邊一個醫院去檢查。我說眼科你應該去同仁醫院呢，你跑到石景山去幹啥？那麼遠呢？他在檢查完了給我打了電話啊，我就接到電話了，說這個馬上就手術，說那個是白內障要切除，現在就住院啊。我在上班，我接了個電話，我說什麼事那麼嚴重啊？看不見了嗎？他說不是，但是在這醫院一檢查，醫生建議馬上去做手術，越快越好，白內障什麼切除什麼一大堆的啊。我說什麼醫院呢？他還跟我說是什麼醫院，我就說這不就我一聽呢，不就是莆田醫院嗎？這不開玩笑嗎？我說趕緊立馬出來，1分鐘都不要耽誤。而且那個，但是因為我不在啊，不在現场。那當時醫生就跟那個看病的啊，就是我們家屬啊、親戚啊帶去的，說這沒問題，在這治啊，要花2萬塊錢，然後這個1萬多吧，減2萬，就是做手術，給眼睛做手術啊，能治好。說你這是什麼白內障一大堆的啊，是什麼還其他的病。後來第2天啊，我就在同仁醫院給他掛號，真正的同仁醫院啊，在那個崇文门那兒的。掛完號我帶他們去看，那同仁醫院的醫生說你這不需要做手術啊，
你這就眼底有病變，你這年紀大了就这樣，做手術也沒用，你說說吧。你當時你要聽他的，是吧？那立馬錢都是小事啊，花2萬，後面花多少不知道，他說2萬的後面估計多着呢，收費項目。你錢他就看你口袋多深，關鍵是你遭罪完了之後，你眼睛還給弄壞了，对不对？大家記得那個百度最出名的一個事件对吧？百度的那個一個山西的什麼的一個男孩，對吧？就因為在百度上搜了什麼醫院啊，就看病，結果應該叫胃增肌，錢花掉了，對吧？病情惡化，不是耽誤人嗎？啊，這個實際上比這更惡劣的還有啊，這個後面媒體都有報道，大家可以去看到什麼地步啊？有很多莆田醫院呢，他是你看病的時候，你去的時候他說是病不大，哎，小手術一開就好，對吧？幾千塊錢，甚至2000塊錢，好，你以為他，然後他說的非常好，術後效果非常好，但是必須要開刀，不開刀可不行啊，一定要開刀啊，但是開刀的效果非常好，那好多人病人不知道啊，那就上去開刀，对不對？結果你開刀一半，他還問病人呢，有的還沒開刀的吧，就是剛才那個，就像那個錢丹丹一樣，把你在那個病床上手術室啊，給你都準備好了，你那個時候你，對吧？把那個手術的那個衣服什麼準備都給你準備好了，然後這個時候啊，說你呀，剛才檢查發現有問題，你還得怎麼樣，還得做個什麼手術，要2萬塊，然後你一旦同意了，他給你簽字啊，你就躺在床上簽字，字一簽，一會兒一說，哎，還得再加個什麼手術，一把做了，你發現你這還有問題，好，你又簽字，又加2萬、3萬，結果你說我沒錢不要緊的，對吧？馬上啊，小贷平台，你就躺在手術台上啊，簽字，那個小贷你就帶上了，這個不比那個錢丹丹這個美容不更狠嗎？對吧？錢丹丹這美容好歹也就是搞了大概9980，還沒人他貸款，對吧？很多醫院還讓你貸款，那馬上在手術台上就簽啊，這個互聯網貸款，互聯網平台上，這叫人為刀我為魚肉，一旦到了那兒，對吧？任由人擺布，什麼情況啊？一個就是人家是主場，對吧？主场優勢。第二個呢，一般的像那種密閉空間是吧？沒有別人，你一個人總是孤單力薄，叫勢單力薄啊，也很孤單。然後他輪番上陣，這個你心理上是占劣勢的，而且他2個人或者3個人一唱一和的，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一個說你這很嚴重啊，這個噠，一個在那說，哎呀，我這個你也不用擔心，要是好好做，對吧？按照醫生，按照咱們醫院的，沒問題。你這樣3下2下，你这人心理防線就崩潰了，只能任人宰割。那個時候叫孤立無援啊，一般的人很難扛得住。這就好比那個杭州很多理髮店，是不是老有這樣的投訴？消費者一去啊，不知道怎麼莫名其妙就花了9000多理個頭髮，是吧？最後辦了一個3萬多的卡，完全莫名其妙。就我們很多人理解不了是因為你沒有進入那個密閉空間。你一旦進入密閉空間啊，很容易人就是很難保持一個理智狀態，對吧？再加上他們是精心的有一套話術，然後是什麼呢？然後就是專業，因為你不懂，他顯得很專業，对吧？所以說他就利用你不懂，用他那所謂的專業來嚇唬你，這叫不對稱打擊。所以很多人容易上當啊。像這種事情呢，是对吧？這種愛美之心，就是或者是看病啊，難免會去這種地方。哎，如果真的你要去了，你最好是得有人陪着去，別一個人，對吧？也找個2個朋友或者1個朋友去，這樣你心理上有這種，就是心理上有個依靠啊，你那個時候很容易更冷靜一點。哎，你知道外面還有個朋友在外面等着呢，這是很有必要的啊。第二個呢，你如果真去，你去之前應該做足功課，對吧？自己也要去學習什麼，現在人工智能，對吧？都可以解決你，比如說你美容吧，對吧？你基本的知識，基本的什麼情況你要了解。你通過人工智能，你了解完了之後，你發現那個給你做手術的，或者給你那個美容師，恐怕還沒你了解的多，那這就是問題了。不要迷信那些美容師啊！剛才那個文章已經介紹了，這些人很多都是初中都沒畢業啊，肯定是混子嘛，學習不好。然後後來那沒辦法，那學個手藝吧，就交錢，交3000，交8000，上一個培訓班，培訓個3個月，哎，他就出來拿個證，
哎，這樣人多了去了啊，都是這樣的。你以為他有什麼理論知識？你以為他是什麼正經的什么哪個學校學了幾年的？不是這樣子的啊，他就是3個月培訓或者4個月培訓，他只是膽大敢上手，對吧？真敢扎呀！反正你臉扎壞了、扎癱了，他也不在乎，反正不是他的臉，膽大嘛。所以不光是美容這個啊，其他的行業都一樣，對吧？比如理髮、醫療、拔牙，是吧？這些，你首先你自己要做這個功課，要做一些了解。第二個呢，你要你最好找個人陪你去。實際上各行各業都差不多，千萬不要迷信啊，對吧？什麼行業會好一點，都一樣，因為現在都是為了賺錢，早就已經開始沒有底線了。良心，對吧？是什麼東西早就不知道了，沒了良心，賺錢就方便了，賺錢就多了。所以說各行各業都差不多啊，都要小心一點。以紅綠市場為例吧，对吧？咱們還是要聊聊紅綠市场。這紅綠市場不就這個意思嗎？低價引流，你看看啊，這個錢丹丹為什麼跑去文美啊？就是因為低價引流，他就看了好多廣告。紅綠市場也是的，這個消費者啊，他也是看了好多廣告，自媒體的，對吧？還有這個社交媒體上短視頻、微信上面的，還有這個微博上面，對不對？個個都是啊，好像賺得盆滿缽滿。那媒體報道那都是穩中向好，對吧？這個投資能賺錢。那不都是，對吧？跟那個錢丹丹一樣，看了這個低價引流，這就叫低價引流啊！我是個投資者嘛，我投資嘛，國家提倡的，對不對？好，你拿着幾萬，拿着你的窩囊費進來了，你一進去，那就好比這個錢丹丹進了這個美容院啊，進了一個密閉空間。你進這個市場不一樣的嗎？進了一個密閉空間。什麼叫密閉空間啊？就是這個市場啊，你別看生意很多，它沒有第三方生意，你孤立無援，你看上去好像都是這個金融消費者，你人挺多的，實際上啊，你是單兵作戰，你每個人都是孤立無援的。就好比錢丹丹進了這個美容院，然後有2個人輪番給錢丹丹，是吧？洗腦，你這個呢，就好幾波人在給你洗腦，不停的在給你洗腦，他們都是一夥的。不管他們是不是一夥，但是他們發出的生意是一樣的，因為他们後面有一個總指揮，對吧？你其他的生意你發不出來，你發出來就給你發口罩，明白了吧？所以都只有一個生意就是好。那你說你怎麼弄啊？沒有第三方生意什麼意思啊？就是沒有那個類似於渾水這樣的做空機構，這叫第三方的，人家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你這東西靠不靠譜。你說哪一天我们這個市場允許做空機構在這兒，這就是一個標誌。什麼標誌啊？就是你可以來玩了。如果真的做空機構如果在我們這市場啊可以，那就標誌這個市場成熟了，就是你可以來玩了啊。因為為什麼？因為畢竟有人來盯着這個東西啊，不是自己盯自己啊，是真的有一個第三方啊，他們來盯着，那至少你有了參考，你有了依靠。這東西好還是不好，不是他一個人說了算，還有別人說他不好，不好人家說不好是必須有理由的，對不對？他還敢，他這個做空機構可不能造謠污衊啊！他如果造謠污衊，人家會告他的，人家起訴他，只有法律。你看現在紅綠市場有這樣的機構嗎？做空嗎？沒有啊，他不讓你啊，那就說明什麼？說明一切是被別人操控的，就像那個美容院一樣，人家有一套說辭。對吧？怎麼樣讓你好？你去了之後，你跟那個錢丹丹一樣，你本來是以為拿點窩囊費去啊，去圖便宜，賺點錢，比銀行利息高就行了。結果呢？結果後面就不停的加倉，不停的補倉，這不跟錢丹丹一樣嗎？錢越來越多，對吧？項目越來越多，你也一樣，你補倉就是一樣的，不停的往裡放錢，最後呢？最後錢丹丹是毀容，對吧？臉部燒傷，你呢？你是心理燒傷，錢也沒了。但是問題是，錢丹丹還可以報警，你沒辦法報警，你只能自認倒霉。哎，紅綠市場就是這樣的，不是一個道理嗎？紅綠市場啊，它實際上就是在制造一個密閉空間，讓這個消費者在裡面，他只能吃這一方的信息，對吧？你沒有其他的信息，沒有其他渠道，所有的信息都是一種聲音，你也不敢說其他聲音。你敢說不好嗎？就連那個證券專家劉繼鵬
他也不敢說不好，他也只很委婉的表達，是吧？那今天呢，这个红绿市场啊，依然是没毛病啊，走的那是相当的稳啊，稳的可怕。上证指数啊，涨了0.01%，涨了0.22点，那就，对吧？就给你牢牢的盯在那儿，你说这稳不穩？这个压舱石，这用了多少压舱石啊？深圳成指漲了0.45%，北證50跌了0.94%。这個相比較而言，這個北證50就算是暴跌了，因為它跌了0.94%嘛，對吧？人家都是0.0幾。科創綜指漲了0.79%，創業板指數漲1.12%，那創業板指數就是暴漲啊。科創50是跌0.0000，這後面出不來了啊，已經出不來，零幾不知道，後面幾個零不知道。它跌了多少點呢？跌了0.07點，你說吧，就問你服不服吧？服就完事了啊！什麼叫控制？這就叫控制。2400家上漲，2970家倒車接人，籌碼鎖定性良好啊，成交量2.16萬億，比昨天少4000億。所以你這麼一看，它就是穩啊，就是慢牛，無可置疑，對吧？毫無疑問，它就是慢牛壓艙石。我們再看看這個日韓股市啊，日經225收漲0.59%，這個日經225呢，它走的也可能受我們的影響比較大，所以也是圖穩啊，圖穩了。韓國的 KOSPI 指數啊，那就不一樣了，今天又漲了2.4%，這種低質量的上漲，接近7000點了啊。這個韓國的 KOSPI 指數啊，本周漲了11%，它已經又回到了叫技術牛市，剛從技術熊市啊，一個禮拜以後就切換到技術牛市。那你說這個市場，韓國的 KOSPI 是不是個猴市啊？上蹿下跳啊，所以它離不開咱們這個壓艙石啊，給它壓住。如果不是我們這個壓艙石，韓國股市不知道今天這一禮拜漲多少啊？這是跳蹦極啊，這是一周漲了11%。我們啊，咱們這一周穩穩的啊，微跌0.33%，這是嚴格調控的，保持一個慢牛的這種形態啊。但是韓國 KOSPI 它漲了11%，不要看它漲11%，它是低質量的，沒有什麼前途啊。我們是主動回縮，這一周回撤0.33%，下一周你就瞧好吧，下一周吧，瞧好。昨天我已經說了，對吧？昨天尾盤主動回撤，就是對吧？防止出現黑色星期五基礎。